在入秋的头一波冷气团是预计明仔就会到地。不过，相信咱的观众朋友今日应该都有感受到，这天气是哪来哪寒。玉山的气象站今日透早低温度已经降到零下1.3度，甚至更加酸。气象署就表示，明仔这冷气团落南，北台湾愈暗地愈冷，预计拜四暗时到拜六透早，平地上寒是降到10度左右。星期四晚上到星期六清晨的夜里，清晨会出现最低气温，譬如北部、东北部沿海空旷或近山区的平地，如果低温有可能出现在10度或10度以下的话，我们就会发布低温特报提醒。中南部它的日夜温差就比较大，大约9到10度左右，像北部的温差也还好，大约7度左右。玉山北风今日透早2点14分，低温是降到零下1.3度。早起7点会当看到这树尾、草坡，甚至是气象站的设备拢结霜，看起来是一片白苍苍，场面真壮观。气象署是表示，拜二锋面离开，后壁北风高压就会带来大陆冷气团，明仔开始影响台湾，一直到拜六的透早拢会真寒。礼拜冷气团减弱了后，才会溜溜回温。不过后礼拜二，就阁有另外一波大陆冷高压要来，气温会阁下降。